係等姐妹，係等姐妹平安，第一次嘅係天父上帝嗬，讓我哋今朝早可以一齊嘅嚟到係去敬拜三一嘅真神。今日我哋翻到嚟上帝嘅殿，我哋目的係將上帝配得嘅榮耀頌讚同埋感謝係歸俾天父上帝。所以今朝早我求聖靈咧係去充我哋啦，讓我哋係同心嘅獻祭，用心嘅嚟到獻祭，將咧係上帝悅納嘅祭嚟到呈獻俾天父上帝。就好似咧係詩人教導我哋嘅，佢話：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中並公會中一心稱謝耶和華。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凡喜愛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榮和威嚴，他的公義傳到永遠。我哋同心，我哋禱告。上帝，我哋認識你係嗰位係滿有恩典、滿有憐憫、滿有慈愛嘅上帝。你係嗰位咧係公義正直嘅上帝。我哋好感恩，我哋能夠係去認識你，認識你係我哋一生最美嘅祝福。多謝上帝，你創造我哋，亦都係救贖我哋，讓我哋係得着係上帝仔女嘅名分，讓我哋今日我哋人生有方向，我哋能夠係活得精彩，我哋活得豐盛，完全係上帝你嘅奇妙嘅救贖同埋創造嘅作為。所以今日我哋聚埋一齊，我哋真係好想將你配得嘅頌讚榮耀係歸翻俾你。我哋要大聲嘅喺聚會當中嚟到去歡呼嘅嚟到去歌頌你，因為你創造奇妙偉大。我哋要大聲嘅嚟到去感謝你，因為你救贖我哋，因為你係我哋人生路上邊，你係日日嘅時時刻刻嘅嚟到去陪伴着我哋。你係用你嘅慈愛手、公義手嚟帶領我哋走呢條人生唔容易走嘅路。所以我就好想嚟到去感謝你，我哋好想嚟到去多謝你，想求你自己喺我哋當中喺今朝早讓我哋整個嘅群體，我哋同心嘅所有嘅祭能夠係蒙你悅納，亦都係蒙你嚟到去享受。咁祈禱交託係奉主耶穌的聖名求 ，Amen。讓我哋同心向榮耀上帝嚟去歌頌，向恩主嚟去讚揚、去答謝，同唱一心呈獻。我的主，全地
是你將我心拉近，令我心再跳動，告別若仰望明天，情願為你全心讚美感恩，是你的名，使我盡情歡欣聲奏起，全因你護佑，能被你的恩典搭穩，同心獻感恩的祭，讓我一生獻給你，頌讚的詩句完全屬你，情願為你全心讚美感恩，是你的名，使我盡情歡欣聲奏起，全因你護佑，能被你的恩典搭穩，同心獻感恩的祭，讓我一生獻給你，頌讚的詩句完全屬你，願這一生給你完全屬你。聖經教導我哋要將身體當作感恩嘅活祭嚟獻上俾榮耀嘅上帝。上帝寶貴嘅恩典就係賜下救主基督。
請坐，請坐。讓我哋一齊嚟去祈禱。親愛嘅主耶穌，喺呢個充滿罪惡嘅世界裏邊，更加有啲自私嘅人去發動無情嘅戰爭，令到國民流離失所，痛失親人。現在世人嘅生活亦都面對各樣嘅壓迫、困苦，或者生病產生嘅憂慮、愁煩，甚至有痛苦、有悲傷。我哋可以求教邊一位？但主你話過，你係我哋嘅避難所，係我哋嘅生命保障同埋力量，喺我哋患難中嘅隨時嘅幫助。主，只有你係永恆嘅主，你係一一都知道。呢一刻我哋要向你禱告，求你親自嚟向喺患難當中嘅朋友、屬神嘅子民又好，未曾認識你係救主嘅又好，但都求你嚟去安慰、保守佢哋，可以得着嗰種嘅平安，嗰種平安嘅心。主啊，我哋知道只有你係願意垂聽我哋嘅禱告，去聽我哋心聲，能夠帶出我哋走出呢個困局，向住呢個永生嘅盼望嚟去前進。主，我哋多謝你垂聽我哋嘅訴求，奉主名求。誰知心痛苦？誰解心裏憂？誰可於這刻伴我心傾訴？只有你永恆的主，沒一刻等待，靜聽心聲。誰犧牲付出？誰捨轉降卑？誰於漆黑中讓每點光照遍？只有你永恆的主，帶着光輝，你令我溫暖。人海中相失，每天感到壓迫苦困，懷念你每天也紀念。求因住喺你，使我能知道，你是永恆，你是盼望常在我心。容許我靠近你，永遠沒掛慮。容許我愛慕你，因你是我力量。晴天總有幻變，求你引導，願此生全為你走過。只有你先能夠安慰我哋，俾我哋力量，能夠走出呢個困局。多謝你為我哋而犧牲，為我哋嘅罪嚟去洗淨，令到我哋有人生豐盛，有滿足，有快樂。誰犧牲付出？誰捨轉降卑？誰於漆黑中讓每點光照遍？
只有你永恆的主，帶出光輝，令我溫暖。人海遭着失落，每天感到壓迫苦困，埋怨你每天也記念。求讓主啟你，使我能知道，你是永恆，你是盼望常在我心。容許我靠近你，永遠沒掛慮。容許我愛你，因你是我力量。明天總有幻變，求你引導，願此生全為你走過。主耶穌，就係只有你先能夠滿足到我哋嗰種嘅心裏面嗰種嘅安慰。我哋多謝你。神啊，你嘅憐憫同恩典從冇改變過，信實依然，讓我哋眾弟兄姊妹一生都向你降服，獻上真誠真心嘅感恩祭。你恩典恩惠與恩慈，令我在可安歇水邊。我以我感激感恩與感動，獻上我真心真誠敬拜。神啊，你恩威像春雨，在我乾涸的心停留住，用愛你擁抱失意的心，用我高聲高處，以感恩為祭，以感恩為祭。你以你恩典恩惠與恩慈，令我在可安歇水邊。我以我感激感恩與感動，獻上我真心真誠敬拜。神啊，你恩威像春雨，在我乾涸的心停留住，用愛你擁抱失意的心，用我高聲高處。神啊，你安慰環繞我，又在應允看顧常存在。就算我身處死蔭幽谷，為我遮風擋雨，以感恩為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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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我哋多謝你嘅慈愛同安慰都常與我哋同在，就算我哋身處任何境況，你都總會為我哋開路嘅。我哋多謝你。時間我哋有讀經，我哋請 Luca 姊妹讀出。今日嘅講道經文係記載喺有兩段，係記載喺出埃及記。第一段係33章
7至18節。摩西素常將帳棚支搭在營外，離營卻遠。他稱這帳棚為會幕。凡求問耶和華的，就到營外的會幕那裏去。當摩西出營到會幕去的時候，百姓就都起來，各人站在自己帳棚的門口，望着摩西，直等到他進了會幕。摩西進會幕的時候，雲柱降下來，立在會幕的門前。耶和華便與摩西說話。眾百姓看見雲柱立在會幕門前，就都起來，各人在自己的帳棚的門口下拜。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摩西轉到營裏去，唯有他的幫手一個少年人嫩的兒子約書亞不離開會幕。摩西對耶和華說：你吩咐我說，將這百姓領上去，卻沒有叫我知道你要打發誰與我同去，只說我按你的名認識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認識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這民是你的民。耶和華說：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說：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裏領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豈不是因你與我們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與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嗎？耶和華對摩西說：你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你。摩西說：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第二段嘅經文係記載喺出埃及記34章29至35節。摩西手裏拿着兩塊法板下西奈山的時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華和他說話就發了光。亞倫和以色列眾人看見摩西的面皮發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們來，於是亞倫和會眾的官長都到他那裏去。摩西就與他們說話。隨後以色列眾人都近前來，他就把耶和華在西奈山與他所說的一切話都吩咐他們。摩西與他們說完了話，就用帕子蒙上臉。但摩西進到耶和華面前，與他說話，就揭去帕子。及至出來的時候，便將耶和華所吩咐的告訴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見摩西的面皮發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面。等到他進去與耶和華說話，就揭去帕子。今日嘅講道題目係建立與神面對面的關係。請李牧師。弟兄姊妹平安，我哋繼續咧係睇出埃及記嘅信息啦，睇到咧係33、34章嘅經文咁咧係大家咧係注意下，咁去到出埃及記嘅25章至到40章咧，咁個重點喺邊度咧？主題喺邊度咧？就係敬拜。大家都知㗎啦，成日講㗎啦，敬拜唔係單單係音樂唱歌。或者係外在嘅儀式，而係咧同上帝建立親密真實嘅關係。可以咁樣理解。敬拜嘅核心係關係，而唔係形式。耶穌基督喺約翰福音嘅4章23節講得清楚，佢話：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
父要這樣的人拜他。嗱喺舊約嘅時候，上帝命定以色列人敬拜神嘅時候，應該喺上帝所揀選嘅作為佢居所嘅地方，就係耶路撒冷去敬拜以及要帶住祭物嚟到係敬拜上帝。但係主耶穌點講啊？佢話當佢喺十字架上面成就咗救恩之後，人就要用心靈同埋誠實去敬拜上帝。嗱，心靈原文係冇個心字嘅。當時嘅人咧係將敬拜變成咗外表嘅形式，係好斤斤計較喺邊度敬拜啦，即個地點啦，同埋咧係要帶咩祭物嚟到敬拜啦，就忽略咗咧係裡面敬拜嘅實際。所以咧主耶穌喺呢度咧係有意咧係將心靈就同咧敬拜嘅地點相對，誠實就同呢個嘅敬拜祭物嚟去相對。指出乜嘢咧？就係靈就係敬拜神嘅地點而咧係真誠就係敬拜上帝嘅祭物咁有人問啦，你今日有冇帶祭物嚟去敬拜上帝啊？有，我帶著真誠嚟㗎，就答對啦，係咪啊？咁好明顯咧，主耶穌所要強調嘅係乜嘢咧？就係敬拜者同上帝嘅關係係最重要，唔係咧係敬拜嘅形式所以咧，如果我哋咧係同神咧冇建立一個親密嘅關係嘅話，敬拜就會停留喺外在嘅表現上邊。第二咧，第二方面咧，親密嘅關係咧就好自然就點帶嚟咧係真實嘅敬拜㗎啦喎。當我哋與上帝同行，經歷上帝嘅愛同埋佢嘅恩典嘅時候，敬拜就真係好自然啦，就會咧係流露出嚟㗎啦，唔使做作嘅。我哋話大衛嘅詩點解係會充滿着敬拜嘅？大衛點解咧？就係因為咧係大衛王同上帝有親密嘅同行嘅關係同埋生命第三方面咧係我哋話咧係敬拜能夠係深化人同上帝嘅關係喺敬拜當中，我哋唔單係表達對上帝嘅愛，亦都咧能夠係更多經歷上帝嘅同在，對嗎？敬拜唔單止係我哋對上帝説話，唔係翻嚟咧係一大輪嘢俾上帝聽，唔係，更加係咩？更加係我哋去聆聽上帝嘅説話，即係話上帝同我哋傾偈，我哋同上帝相交除咗敬拜之外，仲有咧係其他好多嘅原因，我哋要同上帝建立親密嘅關係。我哋信耶穌之後，上帝期望乜嘢咧？我哋能夠係過得勝嘅生活咯，我哋識答㗎係咪但係咧，我哋話要得勝嘅話，就要咧係從力量資源，即係咧係上帝嗰度支取能力耶穌基督曾經提醒我哋，佢係葡萄樹，我哋只不過係枝子。我哋要常常喺耶穌基督裏邊先能夠係結出屬靈嘅果子。因為離了耶穌，我哋就乜嘢都唔能夠做。所以好簡單啦。如果我哋要過一個得勝嘅生活嘅話，就要咧係同上帝同耶穌建立親密嘅關係。所以弟兄姊妹，你問下自己啦，你有冇咧係每日都抽時間去親近上帝㗎？你有冇靈修㗎？所有嘅得勝嘅信徒，所有嘅屬靈偉人，都係同上帝關係密切嘅人。譬如咧係但以理佢不怕王命，死都要堅持一日3次向上帝禱告。26世紀嘅改革家馬丁路德凌晨一早就起床祈禱㗎啦。18世紀復興英國國教嘅約翰衛斯理，佢騎緊馬嘅時候都喺度祈禱㗎。而主耶穌基督就算係幾忙都好啦，都會時常去到曠野同上帝獨處祈禱從今日我哋讀嗰啲嘅經文咧，我哋見到咧係好偉大嘅摩西，佢得勝嘅秘訣係乜嘢就係面對面同上帝相交個面發光嘅，因為同神傾
偈之後，係咪啊？佢嘅得勝秘訣係同上帝建立咗親密嘅關係。所以我哋好期盼係乜嘢呢？上帝今日同我哋每一個嘅信徒講説話，讓我哋知道同上帝建立親密嘅關係嘅重要性啊！而咧立志每日都抽出時間去同上帝獨處，向上帝祈禱。特別係當我哋遇到挫折困難嘅時候，就更加需要立即嘅去到上帝嘅面前，尋求上帝嘅幫助。好多時候人經歷失敗，會覺得冇面見人。你試過未啊？經歷過咧係考試失敗啦，好多嘅語嘢嘅時候啦，匿埋唔想見人。實上係好多人咧係考試考得唔好啦，或者咧係輸咗比賽啦，或者係婚姻失敗啦，又或者係工作唔如意啦，就玩咩自閉咯，匿埋唔見人咯。楚霸王項羽喺轄下一戰被韓信大敗，8000子弟兵，剩下咧係幾十人。當佢咧被敵軍係去圍剿追捕嘅時候，有一個嘅漁翁就好想咧係救佢去渡河，以待咧係咩？日後重整旗鼓。好可惜咧係項羽因為覺得冇面目見江東父老，所以就自刎身亡。我哋熟呢個歷史係嘛？有一個嘅11歲6年級嘅學生，因為測驗失手，覺得冇面目見父母，就跳樓自盡。一個咧係讀港大建築系嘅學生，因為咧係高買失手，俾人拉咗，名字樣子見報，就覺得咧係冇面目見人，就自殺身亡。冇面目見人就唔一定係會自殺，但係肯定會活得好苦，對唔對啊？冇面目見人係痛苦，但係咧其實咧係你冇面目去見上帝就更加苦。約一書嘅1章5節咧係講過，佢話咧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而咧係喺哥林多後書6章就咁講，光明同埋黑暗係唔能夠並存㗎，所以有罪嘅人係怕見光，係怕見上帝㗎。因為嗰度有光，嗰度就冇黑暗㗎啦，嗰度有黑暗，嗰度就冇光㗎啦。害怕見神嘅人有好多嘅問題，佢哋肯定係會喺乜嘢罪疚感之中。亞當咧係自從犯罪離開上帝之後，就唔肯面對自己嘅罪，處處去逃避上帝。結果係乜嘢？結果係同上帝隔絕咯，亦都係同上帝一切嘅豐盛隔絕。創世記3章8節記載，亞當夏娃聽見咗上帝嘅聲音，就匿埋喺園裏邊嗰個樹林當中，匿埋佢第一鼻見耶和華嘅面仲有係會同人隔絕咯，甚至咧係夫婦關係亦都會受到影響。創世記3章15節話，妻子必戀慕丈夫，丈夫必管轄妻子。並且係乜嘢？同自己不和㗎，冇咗平安，冇咗安全感，就好容易就連自己都唔接納。創世記3章7節記載，亞當夏娃知道自己係赤身露體，就拎咧係無花果樹嘅葉子，就為自己咧係做裙子，表示佢哋唔夠膽以真面目見人。最後咧，佢哋要同咩伊甸園隔絕，佢哋被逐出伊甸園，就唔能夠食伊甸園嘅生命樹上面嘅果子，就唔能夠享受同上帝面對面嘅溝通。但係我哋好感謝上帝，點解？因為透過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就認識到或者係被教導到，我哋點樣可以咧扭轉劣勢，點樣可以咧係唔驚去見到上帝嘅面，因為你唔夠膽見上帝咧，其實好凄涼㗎嚇。所以你今日話，喂，經文你教下我哋咧，點樣咧可以咧係夠膽見上帝咧，同上帝建立親親密密嘅關係咧？首先經文教我哋要認識乜嘢上帝嘅
嘅慈愛同埋屬性咯。34章嘅6至7節咁講，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嘅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嘅慈愛同埋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同埋罪惡。呢兩節嘅經文咧係講明咧係上帝嘅名字所包含嘅特性。耶和華表示乜嘢啊？表示佢就係嗰位我是即係I am嘅神。有憐憫表示咧係佢係眷顧人嘅軟弱嘅上帝。有恩典係表示咧係佢係向人施恩，唔在乎人嘅行為嘅上帝。不輕易發怒係表示係佢會咧係饒恕人嘅過犯嘅上帝。有豐盛嘅慈愛，表示佢嘅慈愛多過佢對公義嘅要求。誠實係表示係佢會咧係信守佢所應許嘅。即總括嚟講咧係呢兩節嘅經文話俾我哋聽，上帝係會有憐憫㗎。佢對嗰啲咧係唔值得饒恕嘅人，佢會饒恕喎。上帝係會有恩典㗎。佢對咧嗰啲咧唔去領受恩典嘅人，佢會施恩同埋施予恩典喎。既然咧上帝係守約施慈愛嘅上帝，咁點啊？即係我哋就可以咩啊？坦然無懼嘅去到上帝嘅施恩寶座前，尋求上帝嘅憐憫，尋求上帝嘅寬恕，係重建同上帝因為我哋犯咗罪而破壞咗嗰個嘅關係。第二方面認識乜嘢？認識上帝公義嘅屬性。聖母瑪利亞喺路加福音1章49節去歌頌神嘅聖名為聖。聖潔公義係上帝嘅屬性，所以咧係神係唔會放過罪嘅。今日我哋要對付罪，要徹底同嗰啲纏住我哋嘅罪一刀兩斷，因為上帝係聖潔㗎。如果我哋唔對付嗰啲罪嘅話，罪係會過延下一代，直到3代4代。例子係乜嘢咧？亞伯拉罕講大話嘅罪就傳到兒子以撒同埋孫子雅各身上。亞伯拉罕講大話，呢個係唔係我太太？呢個係個妹啊！咁佢嘅仔有樣學樣，佢嘅孫亦都有樣學樣。當然啦，係上帝唔會咧係叫父債子償啦。但係咧係爸爸嘅壞榜樣係會一代一代傳落去㗎。但係點解我哋先可以咧同罪斷絕關係咧？就係咧我哋要徹底認罪，同罪咧係劃清界線，一刀兩斷。否則罪就會咧纏住我哋一家，同埋我哋嘅子子孫孫，同埋我哋嘅後代。我哋三方面，我哋要同咧上帝咧係建立面對面嘅親密嘅關係。首先咧係好似摩西咁樣，要點啊？要住喺會幕當中。會幕係同上帝相會嘅一笪地方，呢個帳幕嚟嘅。摩西係喺邊度咧？係去建立起嗰個嘅會幕咧，就係咧係離營較遠嘅地方係建立會幕喎。咁你有冇問呢個問題㗎？點解要走咁遠啊？摩西目的係咩啊？目的係摩西好想能夠係安靜嘅同上帝傾偈，同上帝獨處咯，必能夠親近上帝係好得無比。摩西知道呢樣嘢啊嘛。當摩西咧係進入會幕嘅時候，聖經點講啊？雲主就降下嚟，站立喺會幕嘅門前，即係話上帝喺度啦，上帝準備同你傾偈啦，摩西。跟住聖經話。耶和華就開始同摩西講説話，好似乜嘢啊？好似朋友一樣。所以今日咧，你姊妹，如果我哋係好想期望能夠係同上帝面對面嘅傾偈嘅話，就必須咧要將個人同上帝嘅靈交係擺喺咧我哋嘅生活當中嘅好首要嘅位置。我哋要恆常嘅，要每日有靈修嘅時間同上帝會面，唔好話咧係遲啲先靈修啦，咁你一日過去你又唔記得㗎咯喎，咁聽日先算
算啦，聽日又唔記得㗎啦喎，咁成年都唔使靈修㗎啦喎。靈修最緊要咁樣，你要話俾自己聽。嗱，你記住啊，你見神嘅面多咗啦，你日日都走去見神嘅話，你自然對上帝對神嘅認識就會咧係比較熟絡啦，對唔對啊？面見得多啦，同上帝嘅關係就自自然然係會進深啊嘛，呢個好合邏輯㗎，就會了解咧上帝更加多㗎，對上帝咧就唔會有陌生嘅感覺㗎。仲有咧，我哋要學摩西，要尋求神嘅道路。剛才講乜嘢咧？就話我哋要多啲去見上帝嘅面啊嘛。但係咧多見面就未必關係一定好嘅喎，係咪啊？可能咧係會更差嘅喎，啱唔啱啊？因為咧大家冇嘢傾㗎嘛。我哋要知道摩西唔單單係多見上帝嘅面，並且係乜嘢？並且係摩西係關心上帝所關心㗎。咁先可以建立到關係㗎噃。出埃及記嘅33-13節記載，上帝點講啊？係話你們要上那流奶與蜜之地，但係我自己就唔同你哋一齊去啦。點解啊？因為你哋咧全部都係咧硬着頸項嘅百姓，全部都係硬頸叛逆嘅，恐怕上帝話恐怕我在路上邊見到你哋犯罪，就會出手滅絕你哋啊！係喎，上帝講得啱喎，因為咧以色列人咧係真係好硬頸嘅喎，係唔肯聽上帝嘅説話嘅喎，時時係得罪犯罪上帝嘅喎，所以咧上帝就話：我唔打算同你哋一齊去啦，你自己去啦，恐怕我在路上係會審判你哋啊，係擊殺你哋啊！摩西聽到之後有咩反應啊？聖經記載就話咧摩西就即刻咧係按上帝嘅心意去為到以色列人去求情去代禱啊！係33章嘅12、14節摩西對耶和華說：你吩咐我說將這百姓領上去，係你叫佢哋去革行地嘅喎，並說我按你嘅名係認識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上帝你眼前蒙恩，就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認識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這民係你嘅民嚟㗎，咁樣祈禱摩西。咁我哋話喂，摩西你祈禱嘅結果係點呢？咁樣嗰結果就係耶和華說：我必親自和你們同去，使你們得享安息。摩西嘅祈禱，上帝喜悅啦，上帝悅納啊！咩原因啊？因為摩西行喺上帝嘅道當中啊！神點講啊？佢話我係按名認識摩西你㗎，即係咧係神咧係同摩西有係好密切嘅關係，仲有係摩西係喺上帝嘅眼前係蒙恩㗎，所以咧係摩西咧就夠等咧係趁着機會把握機會就向上帝祈求，求上帝咧將佢嘅道就指示摩西佢。摩西係要行喺神嘅道路當中喎。弟兄姊妹，如果你係想同上帝面對面相交嘅話，一樣嘢我哋一定要做嘅，就係咧要不斷繼續嘅係求上帝將佢嘅道嚟，但係指示我哋，即係話我哋要行喺上帝嘅道路當中。即係簡單嚟講，即係在我哋一切所行嘅事情上邊，無論我哋嘅工作事業啦，無論我哋嘅交朋結友啦，無論我哋嘅侍奉啦，無論我哋嘅婚姻啦，無論我哋同仔女嘅關係等等，我哋都要尋求知道上帝嘅心意，並且係要按着上帝嘅心意行。咁咧就叫做行喺上帝嘅道路當中。咁我哋就唔會行差踏錯。如果你係咁樣行嘅話，就一定可以同上帝有比較親密密切嘅相交嘅關係。第三方面咧係摩西咧就懇求同上帝同行。33章嘅15至16節，摩西說：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裏領上去。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豈不是因為你同我哋同行同去嗎？使我哋同其他嘅百姓係同其他地上嘅百姓係有分別咩？即上帝你嘅同在係最緊要㗎。嗱，其實摩西知㗎，如果係上帝同佢哋同行嘅話，而當佢哋犯罪嘅話，上帝嘅審判就即刻會臨到。但係雖然咧喺咁嘅壓力之下，摩西仍然係懇求上帝同佢同去喎。明知上帝喺度有壓力㗎嘛，但係摩西睇出嘅係乜嘢啊？係壓力背後嗰個嘅祝福。嗱，咁我哋問自己啦，你每日去嘅地方夠唔夠膽邀請上帝同去㗎？你每日所睇嘅東西，敢唔敢係叫上帝一齊去睇㗎？咁有啲嘅信徒同我講佢話咧，係牧師，我打麻將，我咧就覺得係好屬靈㗎。我話點解你話咁屬靈嘅？因為咧我就開台嘅時候，我哋先祈禱嘅。我話你真係叻喎，好嘢喎，你係打生喎。嗱，所以我哋要問㗎，喂，你每日所做嘅事係咪上帝悅納嘅咧？你係咪夠膽邀請上帝一齊做咧？上帝得唔得閒啊？一齊開台啦！如果我哋喺生活當中時時犯罪嘅話，譬如咧，我哋去睇色情網頁啦，我哋去睇唔道德嘅電影啦，去賭場賭錢啦，做一啲咧欺騙人嘅事情等等啦，我哋係絕對唔想唔期望上帝係同我哋喺埋一齊㗎嘛，對唔對啊？但係如果咧我哋嘅行為係聖潔嘅，就好似咧係摩西一樣嘅話，就一定好似摩西一樣夠膽。亦都係會懇求上帝同我哋同在，與我哋同行㗎嘛。你諗一諗啦，如果你嘅仔女係做緊一啲嘅事情嘅時候，突然間見到你出現喎，即刻唔做喎，你會諗下佢哋做緊啲乜嘢咧？係咪啊？又或者咧當佢哋正在去睇一啲嘅東西嘅時候，睇到咧好興奮、興高采烈嘅時候，一見到你出現嘅時候，就閃閃縮縮，就將嗰件嘅東西係收埋嘅話，你會諗嗰樣究竟係咩東西嚟嘅咧？肯定唔係好嘢啦！你會咁諗係咪啊？你會點啊？你會擔心仔女啊，對唔對啊？嗱，所以咧，如果咧係佢哋係所做嘅全部都係光明正大嘅話，你就會安心啊嘛。咁而家唔係光明正大，咁你咪擔心咯。其實咧係我哋嘅天父都係咁㗎，佢都會咧係咁樣嚟去睇我哋㗎。如果我哋光明正大嘅時候，聖靈就唔會擔心；如果我哋咧係亂咁嚟嘅時候，生活好多問題嘅時候，就聖靈就會擔憂。第四方面啦，我哋要求咧係見到咧係上帝嘅榮耀。嗱，摩西能夠係面對面同上帝説話，好似朋友一樣，唔單單係因為佢睇重靈修，唔單單係佢睇重同上帝相遇嘅機會，亦都唔單單係因為佢關心要行喺上帝嘅道路當中。佢唔單單係佢關心上帝所關心嘅，愛上帝所愛嘅，懇求上帝同佢同行，更加係因為一件好重要嘅事，咩事呢？就係佢要求去見到上帝嘅榮耀啊！摩西點樣向上帝禱告啊？佢話：上帝求你顯出你嘅榮耀俾我睇下啦！哇！其實摩西咁樣祈禱、咁嘅要求係真係好危險嘅喎。點解？因為咧見上帝面嘅人，如果係有罪在身嘅話，就唔能夠存活㗎啦喎。但係摩西真係好勇敢啊！佢能夠咧係夠膽要睇上帝嘅榮耀，但好明顯，上帝係要保護佢所愛嘅摩西，所以咧係33章嘅21節23節，耶和華就咁講啦。佢話咧係看啦，在我這裏有一笪嘅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面，我嘅榮耀經過嘅時候，我必將你放喺磐石嘅洞穴入邊，用我嘅手去遮蓋你，擋住你隻眼，等我咧過去，然後我會將我嘅手咧係伸
睇上帝嘅面咧，咁就死㗎啦，係咪啊？咁就會咧係被擊殺㗎啦。點解啊？因為嗰時候咧係耶穌基督嘅救贖仲未完成啊嘛，所以見到上帝面嘅人因為有罪嘅緣故，好容易就會被上帝審判。嗱，今日雖然咧係主耶穌呢邊係用寶血洗乾淨我哋所有嘅罪，但係上帝嘅榮耀一旦顯現嘅話，我哋嘅罪亦都係無所遁形。聖靈係唔會放過我哋㗎，聖靈係會咧係叫我哋嘅內心不安㗎。所以當我哋犯罪嘅時候，我哋入邊硬係唔平安，就係咁解㗎。嗱，因為聖靈提醒我哋。嗱，你記唔記得咧？係嗰班嘅哥林多嘅犯罪嘅信徒啊，佢哋經歷咗乜嘢啊？佢哋經歷咧係聖靈嘅審判啊！佢哋係生病甚至係死亡啊！因為聖靈要管教佢哋。但我哋話摩西，點解你咁叻嘅人，點解你咁傻㗎？走去咁樣祈禱㗎？上帝將你嘅榮耀俾我睇啦！摩西知㗎，摩西明知有危險㗎，但係佢都話我要見到上帝你嘅榮耀。咩原因啊？因為摩西真係好深切嘅去認識天父上帝。弟兄姊妹，你係咪咧係好想好深入嘅認識上帝咧？抑或咧就少少認識夠啦，係咪啊？弟兄姊妹去上堂啦，得㗎啦，我已經係識咗幾多嘢㗎啦，唔使再上堂啦。嗱，我哋唔係好渴望咧，更加認識上帝嘅。嗱，摩西好想好深入認識上帝，甚至有危險，佢都想更加深入去認識。咁我哋又點咧？你想唔想好似摩西一樣，係好同上帝有一種嘅好密切關係，係面對面嘅同上帝相交，跟住係面都發光？嗱，其實一個咧係能夠係時常見到上帝嘅面，同上帝相交嘅信徒，係有好多嘅福氣。人同上帝嘅關係，同埋咧人同人嘅關係，就好似咧係一個嘅三角形。即係我哋同上帝嘅關係如果越近嘅話，其實咧同人嘅關係都越近，係咪啊？咦，今日點解我同嘅配偶嘅關係咁疏離嘅？好可能因為你同上帝嘅關係咧係疏離咯。嗱，今日我哋要活得有能力，我哋要活得夠勁，要活得有平安有喜樂。今日我哋要同人和睦，我哋就必須乜嘢？必須係要同上帝有密切嘅關係。如果我哋時常係面對面同上帝相交嘅話，我哋就會反射上帝嘅榮光。世人就會咧係認出我哋係屬於上帝嘅仔女。嗱，仲有一個咧係面對面同上帝相交嘅人，係會咧好清楚上帝所俾嘅前面嗰條嘅道路。對人生嘅方向就唔會咧感覺到迷茫，會有好清晰嘅人生嘅目標，所以咧生活得咧滿有動力，滿有盼望。相反，如果我哋喺生活上面失去咗神嘅同在嘅話，就算我哋喺其他方面，我哋咧係幾咁成功都好啦，我哋嘅人生仍然係冇意義嘅。就好似咧係所羅門王所講嘅，所羅門王好成功嘅，係咪？樣嘢都成功，但係點講啊？佢話空虛嘅空虛，所有嘢都係空虛。仲有一個咧係好似朋友一樣同上帝相交嘅人，可以咧係成為環境嘅主，可以咧超越逆境，超越苦難，係超越逼迫。我哋可以咧係痛而不苦，可以殘而不廢。我哋可以咧係影響好多人，我哋可以咧去建立人，去安慰人，我哋可以咧成為咧非常母親啦，非常父親啦，非常仔女啦，係非常丈夫啦，非常妻子啦，非常員工啦，非常弟兄姊妹啦。想唔想做一個非常人啊？我哋點解能夠係成為非常啊？就係因為上帝與我哋同在，所以我哋就完全不再一樣。即係第一個，你問自己啦，
你期望咧係成為一個嘅非常嘅人啦，想唔想咧？渴望咧係得到上帝同在嘅福氣咧？想唔想㗎？想唔想啊？梗係想啦，係嘛？所以今日我哋喺上帝面前立志，我哋咧點啊？努力建立同上帝面對面嘅親密關係，透過咧係6點。第一咧係乜嘢啊？建立恆常嘅靈修習慣。第二咧，睇重咧係同上帝相聚相遇嘅機會，將靈修放喺生活當中重要嘅位置。第三咧係尋求上帝嘅道路，願意行喺神嘅道當中。第四咧係關心上帝所關心嘅，愛上帝所愛嘅，以基督嘅心為心。第五咧，每日同上帝同行。第六咧就係有渴慕見到上帝榮耀嘅心，係同心我哋祈禱。就係我哋所認識嘅摩西係一個嘅屬靈偉人。我哋知道佢屬靈係因為佢係建立咗同上帝你面對面嘅親密嘅關係。今日我哋真係好想好似摩西一樣，我哋能夠喺呢個嘅世界上邊，我哋能夠係去建立人，去影響人，我哋能夠係完成你俾我哋嘅使命。但我哋知道，我哋離了你，我哋不能作什麼。再乞求你哋嘅幫我哋，讓我哋今日我哋同樣嘅去立志，好似摩西一樣，我哋係要同上帝你建立面對面嘅親密嘅關係。求上帝你自己嚟到去幫助我哋悅納我哋嘅立志，亦都讓我哋喺每日嘅生活當中，我哋行喺你嘅道路當中，我哋睇重同你嘅關係，我哋睇重禱告，睇重靈修，睇重讀經，我哋係去關心你所關心嘅，愛你所愛嘅，願上帝願耶穌嘅悅納我哋。咁祈禱交託係奉主耶穌嘅聖名求，阿們。請你立。咁我知道上帝透過牧師再一次嚟去教導同埋提醒我哋，要同人有一個好親親密密嘅關係。以下嘅詩歌，我哋回應嘅詩歌咧就係睇下你嘅心曲係咪我哋眾弟兄姊妹同神講嘅心聲。生生相依，靠你。
啊，我衷心交託，全心將救主仰望，尋着你恩光心間盼望，因主情你垂憐我。相處，也將身心相牽，靠你施恩潔淨接納，我願一世隨主，我一世隨着你，我願一世隨着你。我願一世隨着你。請坐。而家有奉獻嘅時間，奉獻係我哋每個基督徒嘅責任啦、義務啦，同埋係回應神嘅愛啦。奉獻有兩個方法 ，PowerPoint 已經係好清楚顯示咗，或者你已經預備好嘅現金，可以一息間放落個啡色箱嗰個嘅奉獻箱裏邊就得㗎啦。亦都可以喺網上轉帳到去教會個銀行戶口啦。咁而家我哋一齊嚟有個祈禱。主嘅上帝，愛我哋嘅神，我哋嘅阿爸父，萬物都係從你而嚟嘅。我哋多謝你能夠俾我哋去享受同埋去觀賞你所創造嘅大自然，我哋弟兄姊妹可以從你領受到所得到嘅好多嘅福樂，就算係金錢或者係恩賜，我哋都可以咧去向神去回應翻俾你，同埋去悅納我哋嘅奉獻啦。實在係神嘅恩典，我哋咩都唔可以有咩嘅賞賜，但係求神你繼續嚟感動我哋啦，喺現金上邊咧。係願意甘心樂意啦，有信心擺上更多，相信神必有供應。求神亦都激勵我哋啦，喺屬靈生命上面係不斷更新啦，喺事務上更加嚟到委身，為到神嘅家就係我哋間教會嚟去忠心去服侍，求主嚟去使用，奉主名求，阿們。而家有介紹，每時每刻都要向上帝獻上感恩祭。
在應允給互相同在，就算我身處死蔭幽谷，為我遮風擋雨，以感恩為祭，以感恩為祭。以感恩為祭，以感恩為祭。